政府計劃喺5年內貫通新界區東西兩面嘅主要單車徑，希望日後市民可以踩單車由西貢直達荃灣。第一階段嘅工程會先改善馬鞍山到上水嘅單車徑。譚彩雲去睇過。踩單車可以強身健體，亦都可以輕鬆一下，親近下大自然。好似呢班年青人咁，就由沙田踩單車去到大埔。不過想踩遠啲啦，例如粉嶺就行唔通啦。因為一來冇單車徑，危險啦，自己唔知點樣行啦，都係。政府計劃貫通新界各區嘅單車徑，今年9月會先打通上水至到馬鞍山一段，加建紅色虛線嘅呢5公里。單車徑改善工程又會喺上水同大學嘅港鐵站附近加建2個匯合中心，俾市民租單車同埋泊單車，仲有1個練習場。另外又會設立4個嘅單車休憩處。喺市區啊，或者喺第二啲地方啊，會多咗人嚟啦。咁對呢個區嘅消費力啊，可能會有啲嘅幫助啦。咁喺呢邊個村民嚟講咧，佢哋都會或者作出一啲配合嘅，例如出租單車啊。首階段嘅單車徑工程完成咗之後，屯門同元朗嘅工程會陸續展開。咁政府就希望喺5年之後單車徑可以由新界東貫穿到去新界西。咁到時市民就可以計劃一啲比較長嘅單車徑路線啦。亞洲電視記者譚彩雲報道。